和上一届12届全运会呢都是打69公斤，那么第11届呢，他是打64，所以到后面呢，他升了级别，升了级别了，从64到69了。那么，但是虽然升级了，从64打到69，连续3届全运会呢都拿了冠军。这个实力啊，确实是非常强劲的。刚才我们在慢动作看到古日查比利格像这样连续的冲击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没有打到曼麦蒂图尔孙琼的。曼麦蒂图尔孙琼这个后撤啊、后仰都是非常灵活。这个曼麦蒂图尔孙琼刚才的这个平勾打得不错。而且他也能够看准对方进攻时的这些空隙间隙啊，然后击上勾拳和隐蔽。现在双方又进行了一个短暂的缠抱。裁判也是提醒一下，我们看到这是曼麦蒂图尔孙琼的教练，西库教练。是的，新疆队的主教练。也是给曼麦蒂图尔孙琼在下面进行一个技战术的安排。对，就提示他这个在不断的在布置这个战术，也提示他对方的进攻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现在胡日查比利格冲了很多次啊，这次连续的冲击之后，对自己的这个体能应该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。但是呢，他依然是处于一个主动进攻方，因为他如果不主动进攻的话，就会被曼麦蒂图尔孙琼的前后手拳控制，把这个距离控制开，他很难打进去。他现在更重要的是进行一个近身的冲击。对，两名选手他们这个节奏呢都不是很快，那么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毕竟作为这个拳台上那么多年、那么多场次的运动员。那么，对对手、对拳台、对自己技术的这个发挥运用，都还是比较到位。漂亮！前手的跛拳打得很漂亮。现在曼麦蒂图尔孙琼很重，是的，连续的2下迎击啊，都是打得很漂亮的。因为胡日查比利格呢，就是这种往前冲的劲儿，碰上曼麦蒂图尔孙琼的话，这个拳的杀伤力是翻倍的。对，迎击确实对被击中一方的这个杀伤力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刚才这次胡日查比利格的进攻啊，就是被曼麦蒂图尔孙琼他这个臂展的这种优势有效的克制以后，又在这个有效的距离当中呢，又打出了自己有效的出拳。好，现在双方又进行了一个缠抱，在近身的互拼当中，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，距离拉开继续胡日查比利格的左右摆拳也是打得很漂亮，但实际上的命中效果的话不是特别明显。现在感觉有一点用头顶的意思。看到了，是的。裁判是提醒了一下胡日查比利格的头部要抬高。第3回合比赛结束。感觉双方的这个比赛感觉有一点不温不火。胡日查比利格的更多的就是往前冲，想把这个气势打出来，压制着曼麦蒂图尔孙琼打。但是曼麦蒂图尔孙琼呢进行防守反击，他的后撤以及后仰的技术掌握得非常的娴熟，对对方的这个拳路的预判做得很到位。我们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，然后在平勾，是的。在撤退过程当中，这个找机会的能力也是很强。他刚才慢动作里面这个后手拳在看，这一拳打得很结实，2拳连续2拳都是重击。现在刚才的胡日查比利格呢，只能是进行被动的缠抱啊。因为刚才像你所说啊，2名运动员打得不温不火。其实呢，2名运动员他们因为拳台经验比较丰富，比赛的场次也很多，所以他们基本上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，所以都没有这个陷入到对方的节奏当中去。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对自己保持的还是比较好。尤其像曼麦蒂图尔孙琼这种技术掌握的非常全面的选手啊，他对对方的这个距离控制一直都做得很到位的。现在胡日查比利格在继续逼近。这个第4回合一开始，胡日查比利格开始这个压制性的进攻，开始步步为营。
刚才的前手平勾打到了